金银花结那个果实啊。今天的农历闰六月，农历的闰六月哦，还是很热，算秋天了吧？立秋以后了。哦，这金银花结果实，将来里面那个籽就可以用来种金银花。夏天呢，还是春天的时候，取那个花苞晒干泡茶，热热喝哦。肠胃虚弱的不要喝，怀孕妇女也不要喝，这个是比较凉性的，比较凉性的啊。这个芋头哦，这个凤梨，蚱